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每日靈修，遵行主道，生活有好見證。今日經文係提多書2章7至8節，你自己凡事要顯出善行嘅榜樣，響教訓上要正直、端莊，言語純全，無可指責，叫那反對嘅人既無處可說我哋的不是，便自覺羞愧。今日嘅故事有一幅剛剛刷新嘅外牆上面，主人為咗防止其他人亂塗亂畫，就喺牆上面特別寫咗好醒目嘅5個大字：此牆不准畫。點知第二日喺牆上就多咗5個字：為何你先畫？主人就好嬲咁響下邊加多咗一句：只有我能畫。點知第3日嗰個人又回應咗多一句：你畫，我也畫。主人讀後怒髮衝冠，狠狠咁喺上面再寫上一句：看誰仲敢畫。諗唔到第4日嘅早上，大家又睇到新嘅一句：唔畫就唔畫。我哋一齊默想，當我哋教訓同埋批評別人嘅時候，自己先唔好做呢啲事，諗下自己嘅言行係咪都有好嘅典範呢？好多時候係咪無意中冒犯同埋得罪咗人？我哋一齊禱告。我哋在天上嘅父，你係聖潔無瑕嘅神，你亦要我哋追求聖潔，響言語行為上有良好嘅樣式。主啊，好多時候我哋都唔能夠好好控制自己嘅言行同埋情緒，求你更新我哋嘅心思意念，讓我哋真實經歷你話語嘅大能，響一切軟弱嘅事上依靠你，而有自我控制嘅能力，活出美好嘅生命嘅榜樣。禱告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，阿門。今日經文係提多書2章7至8節，你自己凡事要顯出善行嘅榜樣，響教訓上要正直、端莊，言語純全，無可指責，叫那反對嘅人既無處可說我哋的不是，便自覺羞愧。